Hello，歡迎嚟到樂知天命嘅 channel，又係算命不強嘅時間啦。今集咧就嚟睇下，到底係八字上面點樣睇呢一個人嘅個性或者係行事作風比較誇張，容易3分鐘熱度，甚至乎咧係容易今日嘅我打倒昨天嘅我。你亦都可以話佢哋未經過太大嘅深思熟慮，或者係咧容易受到外界嘅刺激底下咧，就會做出一啲令人意想不到嘅行為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就想舉個咧例子出嚟俾大家更加好認識嘅。咁過去呢一個月咧，其實演藝圈咧都發生咗好多令人覺得好傷悲嘅事啦，包括大 S 嘅離世，亦都令到好多人咧覺得好惋惜。咁逝者已逝，當然我哋就唔會去探討佢嘅命盤啦。反而喺呢件事上面令到我感到好大嘅興趣呢，就係佢前夫嘅行為啦。包括新聞所報嘅就係返到嚟台灣對記者180度鞠躬，希望佢可以多啲咧講佢前妻嘅好説話，甚至乎係半夜開車去到佢前妻嘅所住地方抱頭痛哭等等嘅行為呢，都令到好多嘅網民呢覺得可能比較反感啦，甚至乎咧有啲人嘅留言咧係覺得佢係做戲嘅。當然就即刻去 Google 睇下佢嘅生日，就算冇時間得年月日，都可以咧大概知道佢嘅個性係點樣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到佢前3柱嘅八字就係丙火生喺5月。如果有睇過我之前講五行嘅片嘅時候咧，都會知道咧其實火咧係冇辦法固定。而且火勢嘅大細咧，係視乎你俾咗啲咩助燃物質佢嘅。今日你俾火水佢，當然佢就會燒得興合合。但係倘若你只係俾普通水，或者係好難燒着嘅助燃物咧，其實佢係好難燒得起嘅。而且火就一定係會熱，所以佢一定咧係會令到人哋感受到佢嗰種熱力四射，將佢嘅能量咧係帶俾人嘅。所以有時候有啲人話咧，火嘅人咧好適合演藝圈，就係咁解，因為佢有嗰種爆發力同埋感染力。所以基於以上嘅特性咧，一般嘅火咧都係會有令你冇辦法忽視佢嘅存在嘅特性，可以話佢係一個好好嘅氣氛帶動者。但係當然，如果佢缺乏咗相應嘅社交技巧，可能佢嗰種嘅氣氛帶動咧，就會令到人哋覺得討厭啦。而且佢嘅前3柱裏面咧，我哋見到地支有一個水，但係咧呢個水咧係受傷嘅，因為咧子午係會相沖，而水咧係代表住智慧、深思熟慮等等，所以喺佢嘅個性裏面咧，可以話係缺乏咗呢一個嘅特質。好容易因為外界嘅環境有咩因素令到佢突然間燒起嚟，就會做出一啲令人意想不到嘅行為。所以有好多人都會覺得佢嘅行徑好誇張啦，好似做緊戲咁樣。但係喺我嘅角度，與其話佢做戲呢，倒不如話佢係真性情演出。佢本身嘅個性就係咁樣。遇到一啲佢認為咧比較大嘅事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佢嘅反應咧都會係比較誇張啲嘅。譬如話你睇翻以前大 S 嘅訪問咧，佢喺訪問嘅途中咧都有提及到咧，汪小菲本身咧就係一個比較誇張嘅人，甚至乎咧佢個女咧夾親隻手咧，佢都覺得要 call 救護車嘅。而且你亦都可以話咧，火嘅特性本身就係好易熄滅，亦都好容易燃起，甚至燒去其他地方。所以亦都可以話，火旺嘅人本身佢就係5時花6時變，冇辦法固定恆久咁樣去堅持。當然呢個個性都有佢自己嘅優點嘅，譬如話容易變通啦等等。但係放喺呢個案例咧，你都可以話佢咧，其實今日真係決定唔到聽日嘅事。聽日又係一個全新嘅佢啦。先唔評論佢今日做嘅嘢係啱定係錯，只係單純以佢嘅八字咧去剖析到底點解佢會有咁樣嘅行為。當然每一個個性都有佢自己嘅優點同缺點，冇人係100% 完美，所以我哋先需要更加了解自己嘅個性，
令到自己咧可以行一條更加適合自己嘅路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。如果中意呢一類型嘅片咧，就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